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昨暝农历的7月29关鬼门。传统的风俗，29这暝尽量莫出门，较袂去冲撞到好兄弟啊。也毋过苗栗万里火车头前，竟然是灯火通明，人潮吵。原来这场是关鬼门才有的这个夜市啊。 因为附近的菜市啊，每一年到29暝关鬼门，拢会举办真大场的普渡。这个摊贩看到趁钱点，拢来排打。时间一个久，人愈积愈多，就变成一个真特殊的鬼门关的这个夜市啊。今年的单位有300大，城内1万的游客。 为空中角度来看，关鬼门这日港暗时，苗栗万里的车头前灯火通明，大路拢是人。这是苗栗一年敢若开一天的关鬼门的夜市啊。彰化过来啊？怎么会来这里？来逛夜市，来逛很厉害。新竹专门坐火车过来。对啊。 规条夜市啊，为车头前开始有800公尺长，总共300个摊位，有食有啉的，嘛各种的生活用品。夜市啊是安怎偏偏敢若伫咧关鬼门即天才开？原来是附近的市场，当年伫关鬼门的下晡，拢会办普渡，暗时会请剧团来表演。有团看到真侪人来看戏，就排打。时间一个久，人愈来愈多，就形成敢若开一天的夜市啊。没有那么长，大概100公尺长嘛。结果现在人越来越多嘛，因为只有1天而已哦。 所以说大家慕名而来。规暝甲算算呢，差不多有超过2万名游客。镇公所为了避免讲伫防疫上出问题，有要求摊商爱挂喙罨。不过实际到现场去看，未少游客为了要食物件，嘛是无挂喙罨。摊商甲公所人员嘛，只能尽量提醒尔。希望讲一年一摆夜市啊，莫互防疫破功。